係啊，我有肥胖症、脂肪肝、血壓高，最慘係咩啊？關節痛。我今年65歲，有2個仔、3個孫。為咗可以抱得起佢哋，我想減肥。我大份啊嘛，對腳開始頂唔順。啲孫好黐我㗎，我梗係鍾意陪佢哋玩啦，不過自己唔爭氣。同啲孫玩一陣，膝頭哥我頂唔順。我同你講啊，我個仔啊，有時成日唔俾我抱啲孫啊。我想減啊，我梗係想減啦 ，waste management 啊嘛。醫生有同我講過嘅，如果我減重咧，可以減少啲關節痛，同埋可以減低嗰啲心血管疾病風險。咁我就要同班孫玩多啲，抱佢哋多啲啦。啲孫真係大得好快，後生嘅時候冇咩時間陪2個仔，依家可以陪佢哋玩多啲，錫佢哋多啲，我會做好體重管理。